日仔一个人伫外口上爱特别注意哦。伫高雄有一个10岁查某囡仔，进前伫咧小港区有一个公园内面耍，说互一个查甫人上吊，趁机会要甲乱来甲吵打，加在这查某囡仔有大声喝休，才无受人性侵。想袂到这个查甫人过当工，阁想要用同款的方式，毋过擦青界牌，互警方抓到，依上法办，这法院也声压协助。监视器有翕到涉嫌甲人侵犯的姓陈的查甫人，犯案了后，佫骑机车为人行道离开现场。毋过伊毋知影家己的行踪已经互警方掌握。高雄警方接到报案，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伫小港区锁定一个10岁查某囡仔，趁这个查某囡仔甲来一个人伫公园佚佗的时阵，想要甲乌白来。发生什么事，我们保全都知道。见他的女儿相当的机警，奋力挣脱，并向附近的民众祈求协助。这个查某囡仔真惊吓，家肇事后马向警方报案。警方根据监视器掌握这个查甫人的行踪，马锁定车牌号码，发现伊隔工佫倒来到现场，好亲像要找甲来一个人佚佗的查某囡仔落手。警方抓到人了后，依照强制性交未遂罪嫌上班，精神了后认定有再犯的顾虑，向法院申请羁押核准。是我就会觉得大声斥喝说，请你不要这样做，对啊，因为毕竟要保护自己的小孩嘛。父母要陪在旁边啊，不要只是在旁边滑手机啊。因为你看，大多数在公园应该很多都在滑手机。袂少家长表示，带囡仔出门活动的时阵，除了袂使离开视线，嘛爱避免和身份人接触囡仔，以免引起意外也是争议，伤到囡仔。监管基金会是讲，无论伫什么场合，原则都是卖互囡仔家己一人。如果你又在做自己的事情，孩子一旦落摊的话，可能没有其他的大人可以协力看见。假设有被不当侵害的时候，那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救援。监管基金会表示，场地管理单位加强巡逻，也甲教囡仔拄到状况的时阵，一定爱大声喊救，才当确保人身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